各位，咁啊，大家睇到咧呢度係時代廣場啦吓，咁點解今日會嚟時代廣場啦吓？咁啊，其實咧就係想嚟呢度嘅寫字樓第二座嘅2501 Google 嘅辦事處。咁啊，即管乜都試下啦吓。點解要嚟呢度咧？就因為咧喺網上高啦，有一個叫邵子峰啦，咁佢就賣 MDMA 啦吓。咁啊喺呢個 YouTube 裏邊咧就有一個叫紙上流連啊，咁佢其中有2條片啦吓。咁啊，最近嘅一條片咧吓，裏邊有個音檔就係邵子峰本人承認啦吓，用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咧就屬於 Google 公司噶吓，就去儲存佢哋嗰啲片啦，跟住之後即係佢嗰啲資料啦，跟住就 send 俾佢嗰啲客戶啦吓，咁啊會影響到呢個 Google 嘅名聲嘅吓，同埋咧就仲有呢個邵子峰佢嗰個訂閱人數啦吓，急增啊，喺1個月裏邊咧升咗2萬人吓。咁就即係喺 KOL 界啦吓，就算係華人界最勁嘅蕭若元啦吓，都未試過1個月咧升2萬吓。咁呢啲已經係屬於買訂閱啦吓，或者係請嗰啲人啊去訂閱佢啦。咁所以呢啲都係屬於不合法嘅。咁希望 Google 能夠俾我一個交代啦。咁除非有咩突發情形咧，咁就會取消呢個計劃啦。譬如人太多啊，或者係乜嘢啦，或者佢哋呢邊根本上就唔做呢啲查詢啊或者投訴嘅。咁啊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咁啊今日我都應該會同佢哋傾下呢單嘢咯。咁傾完之後交俾佢哋處理啦。我哋啲小人物小角色，多謝大家。一陣間咧傾完之後，我會再拍片。如果有結果嘅話，就會放上網啦。咁冇結果嘅話，就會不了了之啊。多謝大家。自 Google 執事先生小姐台監，本人要投訴 YouTube 一個網紅邵子峰，佢嘅網台叫泰國油麻地。邵子峰本人從事 MDMA 揈頭丸買賣。現在我發給你們4張圖片。第1張圖片上面有紙上流連網台的地址，這個網台拍攝了2條片，記載邵子峰賣 MDMA 的情況，而邵子峰本人在片裏面亦承認因賣 MDMA 而斷窮根，賺到大把錢，而在最近一期的一條影片裏邊，邵子峰更強調他將資料放在 Google Drive， 這樣就牽涉到你們 Google 公司。另外2張圖片是邵子峰本人在短短1個月內，他的訂閱人數由6萬增加到8萬。根據其他網紅批評，他是用不法手段，例如聘請打手不停訂閱他的頻道，這個希望你們可以徹查。另外第4張圖片，一個叫 Monkey T 嘅女士，她拍的片有很多關於邵子峰犯罪的證據，希望你們可以引用。我嘅力量只能夠去到這裏。今天我去了時代廣場2期2501室，希望當面投訴，可惜那裏原來是一個飯堂，到最後我只好在這裏投訴，希望你們能夠重視。以上是我放在 Google 的幫助版面一個投訴機制，已經發出去，多謝大家。